禀夫人就敢闯进来？夫人，奉大王之命，查办魏国奸细案，内府要传唤你身边的采凡，请夫人允准。我身边的士人都忠心耿耿，没有奸细。如若你们要带人，还是带我去见大王吧。夫人在时不可离开，还要协助老奴找一些东西。找什么东西啊？铜符节。那东西我一时想不起来放在哪里了。既然夫人想不起放在哪里，那我们可以帮你找。是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若是真找不到，恐怕夫人就更不好交代了。哦，忘了告诉夫人，魏长史已经前往内府问审了。我妹妹什么都没做，你们太放肆了。大王吩咐，公子华身边的所有太傅和侍从均已换人。采凡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走吧。夫人保重，奴婢先去了。不光是采凡，所有从魏国来的侍女侍从都要到内府过一遍，带走。是。夫人保重。大姐，没有。禀告大监，铜符节找到了，是小的在正殿的首饰盒里找到的。那魏夫人平日多霸道啊！如今眼看着她手底下的人一个个的给拉去过审，总算是出口恶气。可不是，大王可算要跟他们算总账了。下毒害王后是一档子，勾结一群人打劫是一档子，借着国美人上吊陷害咱们再是一档子。那魏氏姐妹死多少回都不算多。这要是在咱们楚国，割鼻子挖眼睛，再砍掉他们的双脚，只怕眼下还伤不到魏夫人毫毛。查铜符节都以为魏夫人定跑不了了，结果呢，魏长史的铜符节没有了，魏夫人的还好好的在首饰盒里装着。谁都能看出来，那个魏长史就是个替罪羊啊！魏夫人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呢。你们两个去膳房看看，给王后煮的百合莲子粥该好了，让他们拿兵给镇上。是。求见大王，臣妾有罪，求大王赐罪，千万不要殃及无辜。臣妾魏氏，求见大王，臣妾有罪，求大王赐罪。求大王千万不要殃及无辜！魏夫人，夫人还是请回吧，大王不会见你的。既然大王不肯见我，求大监代我呈上这封血书。夫人为何要为难老奴啊？大王从来不把这种割破手指洒点血的东西当作诚意。既然大王不肯见臣妾，
又不肯看我的血书，那我只好跪死在这儿了。那请魏夫人自便吧。八子，公子华，八子，请留步。银华有话要说。母亲大错已铸，覆水难收，更曾屡屡为难八子，望八子宽厚慈悲，不要与他计较。大王若不计较，芈月自然不会计较。谢夫人宽厚慈悲，银华来日定投之以桃，报之以李。凭这么几句话就想为魏夫人开脱，也太便利了吧？魏夫人与公子华虽然是母子，但真的很不一样，还是应当母是母，子是子。樊长史病了。是。樊长史说出当年摔下台阶的事情之后，回去就病了。老奴就这事还审问了魏长史，他把事情都担下来了。他说那日看见王后在责罚国美人，于是伺机作乱，叫旁人绊倒了樊长史，想给大王火上浇油。记得当初老奴想查清此事，但因为永县令警离遮掩，因此一直没有查出个所以然。你曾告诉我，那芈月推测樊长史不是自己跌倒的，可后来见你查不出结果，寡人还想，那丫头虽然聪明，但也有看走眼的时候。谁知竟有这峰回路转呀！樊长史这个人胆子最小，是心病，他知情不报是过，但眼下又帮着寡人查清旧案，是功，算他功过相抵。派个好御医去给他看看吧。是。大王，永县令派人来报，说魏长史刚刚在报室里咬舌自尽了。怎么没将他看住呢？一个人一心要死，是看不住的。出去吧。是。可惜啊，她是寡人宫里最懂得腌制干果的嫔妃，以后再也吃不到她腌制的蜜杏了。魏夫人还跪在殿外吗？是，已经整整1日了。公子华也来了，华儿也来了，就跪在大殿外。到此刻也已经有2个时辰了。算了，让他们起来吧。去告诉魏夫人，
让他回去好好闭门思过，痛改前非，不然寡人再不让华儿与他相见。是。大王有旨，令魏夫人好生回宫，潜心反省，以观后效。母亲，我们回宫吧。父王准我们回宫了。不用扶，我自己能走。夫人喝口水吧。你是谁？奴婢是曾服侍魏长史的彩萍。我没见过你。我只是他身边的粗使丫头。你到我这儿来干嘛呀？魏长史在内府咬舌自尽，永相令让奴婢来披香殿服侍魏夫人。你说他咬舌自尽了？母亲，母亲，我妹妹死了！我妹妹死了！还有采凡前日因哭醒死在内府。夫人，保重身体。他们都是因我而死的。母亲这是何苦？请母亲莫要再伤心，身体要紧。母亲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花儿，是母亲无能，让你也跟着受委屈了。正因为母亲行事荒唐，才落得眼下这个地步。母亲求你这么一个亲人了。孩儿只要母亲平安，华儿便无怨无悔。请母亲切不可再以身试险。母亲这么做，并非为了自己。我知道母亲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儿打算，但从今以后，请母亲不必为孩儿苦心周全，该由孩儿来庇护母亲了。你庇护母亲？请母亲放心，母亲便是孩儿的天，孩儿会把母亲的一切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重。魏良人，米八子，魏良人近来可好？多谢八子惦记。上次向八子讨要了红枣汤的做法，回去吃了一阵子以后，果然立见奇效，夜夜睡得安稳。睡得安稳比什么都强。马上又是年末了，我想绣几个荷包当做打赏的物件儿。
宫里针线除了樊长史，就是芈月的好。樊长史整日病病殃殃的，也不便打扰。不知芈月是否有空闲，我好上门讨教。魏良人客气了，若是需要，随时到会院来找我便是。多谢八子。魏夫人在前面等着你，你若不想见她，可以叫侍女回了的。该见的总是要见的，我还是去见见她。芈月先告辞了。魏夫人，芈月，这么冷的天，魏夫人一直站在这里，何苦要自己与自己过不去？天寒地冻并不打紧。八子若是不嫌弃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你们先回会院，去把魏良人要的绣花样子给找出来。是。魏夫人，不要搞错了位分，怎么给我一个八子行此大礼？魏延苟延残喘，望八子能给我一条活路。宫中之事，全在大王一念之间，岂是我一个小小的八子能够左右的？八子虽是宫中新人，却有挪移乾坤的本领。我魏延虽得罪过人，但能恨死我的，你该是第一人。我当然恨你。倘若你是我，必定一样。告辞。如果我说一群人伏击王后车队的事与我无干，你可相信？我信。你信？我曾经以为是你，我恨你入骨，我甚至为了报仇才贸然进宫。你下毒、挑拨、诬陷，设计害我骨肉兄弟，你所作所为毒辣阴损，却没有拖出一个后宫妇人的心计手段。收买义渠，动用大军，置整个宋驾车队于死地，破坏秦楚联姻，挑起征战。你没有这个能力和气魄，你要的是后宫的地位，儿子的太子之位。若秦国陷于内乱，四分五裂，对你来讲也是一损俱损。你只看得到眼前，却不擅长舍近求远。所以收买义渠人，该是他人的谋略，而你只是魏国棋盘上一颗小小棋子。每一个出嫁女，不都是母国的一颗棋子吗？那要看自己是否愿意了。无论怎么说，魏国的这盘棋是输了。魏长史他们用自己的性命替你还了债，大王看在公子华的份上，保全了你该有的，其余的你不该奢望。反过头想想，眼下的这一切，何曾不是因为你自己贪欲过多而受到的报应呢？这么说，你仍然不肯放过我从未有意为难过你，从何谈起放不放过？对不起，魏夫人，就此别过。岁数大了，真是受不了这倒春寒呐！一日下来，这浑身的骨节都是疼的。哎，使点劲儿。哦，这宫里的琐碎杂物，师傅您用不着事必躬亲的，让孩儿们去做就好了。你们能让我放心吗？不是手笨眼拙，就是脑筋糊涂。万一有个闪失出了差错，大王怪罪下来，看谁去顶罪。大监，
冰箱店的彩萍来了。这么晚了，他来干什么呀？魏夫人眼下是墙倒众人推，师傅您犯不上跟他纠缠，让他走吧。是。等等，宫里的风雨，你们才见过多少？让他进来。是。你们都出去。是。大监，什么事儿啊？这是魏夫人孝敬大监的。无功不受禄，这是干什么呀？魏夫人说，受大监关照多年，这颗明珠只是略表心意。回去告诉你们夫人，夫人和我都是大王的人，侍奉大王，让大王高兴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既然我们都是大王的人，这互相照应也是应该的。东西是好东西，不收吧，又怕你们夫人多心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夫人还希望大监有机会在大王面前替公子华和魏夫人多美言几句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夫人好自为之，用不着我美言，大王心中肯定有数。魏王用尽手段，令公孙衍弃秦就魏，大王心中一直闷闷不乐。最近听说公孙衍正在四处游说诸国，想联手伐秦，真是恩将仇报，让大王恨不得立即出兵讨伐。夫人，母亲说什么了？那大监收了明珠之后，说天色已晚，要休息了。他收了东西，不该如此。你爸从进门到出门，他说的每个字都说来给我听听。他说，夫人和他都是大王的人，伺候好大王，让大王高兴是本分，彼此关照应当的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不对，一定还有。他还说，他还说大王因公孙衍挂印出走，恨不得马上征讨魏国。奴婢只记得这些了。夫人，大监是说，大王有意攻打魏国。那话大约就是这样。你下去吧。是。母亲，你这个眼神。夫人，樊朝使来了。见过魏夫人。樊长使许久不见，别来无恙啊。姐姐该知道我一直在病着。是啊，是我们牵连了你。谁让你也是魏国的应女呢？夫人，我尽管病着，可是心里也还是惦记着姐姐的。那真是难为你了。姐姐这是在做什么呢？又是笔又是墨的。我在给大王上奏折。上奏折？可是大王连你的写书都不看，他怎么会？
这封奏折，大王会看的。魏王十恶不赦，屡屡与我大秦为敌。臣妾恳请大王即刻出兵，征讨魏国。你看，我愿意公子华阵前为将，当征讨先锋。夫人，你要公子华去征讨魏国？是啊，你这是……夫人，魏国可是夫人和我的母国呀。让自己的孩儿去征讨自己的母国，想必你是以为我疯了。但这是大王愿意看到的我的诚意。真正的血书不用割破手指头，你仔细看看，这上面的每一个字都是血，都是血。王后，昨日双星半月，宫里头说此非吉兆。哦，有此事。大王已经让永相令准备东西到祖庙去祈福消灾。你们两个去膳房看看，我一大早就做了枣泥糕，公子闹着要吃，都这时辰了，还没给送来。是。王后在想什么？双星半月，金木争辉。我记得那公子华是金命，可我的当儿是木命。说起来，公子华在诸公子当中最受大王器重。前不久魏夫人主动上奏，恳求大王伐魏，还提议公子华作为先锋。大王虽未即刻首肯，但魏夫人壮士断臂，已让大王动心。秦魏交兵是迟早的事，倘若公子华出师大捷，说不好魏夫人那一头就可能死灰复燃。这个做母亲的还真是狠心，她就不怕战场上刀剑无眼？得想个办法让大王忽略此事。对了，大王的寿辰就快到了，奴婢怎么记得大王好像不怎么过寿辰啊？去年也是这个时候，你跟大王提起要给他办寿宴，大王好像回绝了。那是因为梦莹拒婚，大王在气头上，但今年就大不同了。双星半月是凶兆，该有喜事来冲一冲，哪有不办的道理？那是得好好筹划筹划。大王向来节俭，操办起来可不像我们当年储公那样，但排场还是要的。明日你把永相令穆庆招来，他上任半年，人还算伶俐，我会吩咐他把诸事一一打点起来。是。你们看看，怎么样？明日大王寿辰，王后要后宫嫔妃各自准备贺礼，别人都是送金送银的，咱们送的最贴心。虽说是敢做的，要我看也还说得过去了。夫人的针线在宫中也是无人可比，再加上魁姑，谁还能有什么话说？当然有话，那就是好的不能再好了。哦，你们这好热闹啊！大监，拜见八子。大监免礼。给大王祝寿的？是。哦，这几手绣的真是活灵灵的。寿与寿又同音，的确很好。大监跟着大王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能勉强入大监眼的东西，
那就算是能过得去了。我夸的不仅仅是你的针线，还有你的心思。宫中不缺巧手的女人，但论慧心巧思，恐怕只有八子是第一份儿。大监谬赞。记得八子刚入宫的时候，从头到脚那叫个素净。如今衣裳艳丽，人也俏丽了，这可真是人靠衣裳，马靠鞍呐。大监既拿我取笑。八子，老奴这次前来有一事相求。大监请说。近日前朝事情甚多，大王的心情不好，八子该花费点心思，借祝寿的时候，一定要让大王宽心解忧。那是自然。那老奴就告退了。大王看了我的上书，虽然没有多说什么，但总算是点头了。所以，一旦秦国对魏国开战，必会派你上阵。母亲放心，孩儿定不会给父王和母亲丢脸。母亲此举也是无可奈何，华儿的前程都在这军功上了。说起军功，孩儿想起一事。昨日我遇到了王叔公子思，见得我好一顿抱怨，说他尽管是先王之弟，可他的田宅、车马、衣饰，竟比不上朝中一个大夫。而且这样下去，用不到10年，他的子孙便会住无居所，食无所饱，流落街头。秦国凭军功，论贵贱次第，显荣都是靠脑袋挣来的。我是真的不想让你到战场上去冒这个风险，但秦律规定，无战功不可世袭官位。公子思在嬴氏旧族中举足轻重，你还是要与他交好。处离子是总拨，你找处离子替他说说吧。近日宫内外不太平，许多旧族因为双星半月的天象，故造凶祸之兆，说月与岁星同光，吉有吉亡，法古无过，天谴大秦，王侯将相谋不轨。还有人上书要求恢复旧制。先王尊商君而变法，寡人杀商君而尊商法，废了旧世卿世禄制，根据军功大小授爵，让那些旧族们富而无荣华。他们是想借天象要挟寡人。这些年新法民以殷富，国以富强，但仍有些旧族们心存怨愤，鼓噪之声如夏日蚊蝇，不绝于耳。王兄要对这些视而不见、听而不闻，恐怕很难。为了这新法，已有无数人前赴后继，寡人走的是无法回头之路。大王，该是去交房殿的时辰了，嫔妃们都在那儿等着要给您祝寿呢。此刻寡人哪有这个心情？大王，大家既然想热闹热闹，大王就去凑凑去吧。把这个放在案几上，今日可是大王的寿辰，你们都好好布置，不许偷懒，听见没有？是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王后准备差不多了。王后，众夫人都来了，那魏夫人也来了，还带来了寿礼。我没派人去请她呀。王后，今日是大王的寿辰，那魏夫人又未获罪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拜见王后，拜见王后，拜见。多免礼吧。今日是大王的喜庆之日，姐妹们正好聚一聚，用不着拘着。王后，
木星刚刚来传话，说大王已经下朝，应该马上就能到了。快布置好，大王要来了。是。这边看着屋子布置的，王后可没少花心思。永相令新上任，为了讨王后欢心，弄得这后宫人仰马翻的。可我听说，先王后在世的时候，大王不大过生辰的。新王后有新王后的规矩呗。大王到！臣妾见过大王，拜见大王。都起来吧。大王，快入席吧。听说王后为了寡人的生辰，已经忙了好些时日，还不是图个松柏长青、日月长明的吉利。王后辛苦了。算不上辛苦，只求大王欢喜。姐妹们也都准备了贺寿的礼物，臣妾特地叫人训练了一班歌舞女妓，为大王助兴。王后和爱妃们的心意，寡人领了。可不赶巧，今日寡人要去见个故人。这酒宴和歌舞，还是由你们带寡人去享用吧。大王，王后不必懊恼，寡人的生辰年年都有，错过了今年，还有来年。故人？哪一位故人？一定是大王看中的故人。大王的心思可不是我们这些做臣妾的能猜测得到的。说来也不奇怪，这些年大王并不重视自己的生辰。大监，王后，米八子，大王让你跟他一块儿去见故人。米八子，请。王后恕罪，芈月不得不先过去了。大监，王后，能否告诉我，大王不过生辰的缘由？这老奴就不好多嘴了。那这寿宴怎么办？哦，大王说了，请王后和夫人们自便。大王，大王，跟寡人出宫一趟。是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大王想要芈月说什么？你总该问问，今日到底随寡人要去何处？大王若想告诉我，自然会告诉我。难道你一点没有小女子那种好奇心？芈月不知道大王喜欢小女子，那下次芈月随大王出行，一定喋喋不休。寡人就是喜欢你这个脾气，千万别变。跟着去吧，慢一点啊。
自君之后，世上再无一人可与你比肩。寡人一直以为，公孙衍能做寡人的另一个你，但没想到他逃离开秦国，与寡人去渐行渐远。当初你离开秦国的时候，可也怀着满腔恨意吗？你是寡人终身的仇人，也是寡人终身的恩人。你刻薄少恩，行事极端，功高震主。当年寡人还是太子的时候，不慎犯错，竟连累太傅受了异刑。寡人继位，若不重罚你，这大秦的天下岂不成为你的天下？寡人借你的脑袋立威，制住老氏族内乱，缓解诸国相逼的压力，让寡人有了周转腾挪的天地，你也算死而无憾，该含笑九泉。现在知道这里面埋的人是谁了吗？商鞅，商君。商君之墓为何会在这样一个荒芜之地？寡人继位后，将商鞅以谋逆之罪五马分尸，曝尸于世。后来商鞅的门人悄悄收起残尸，准备带到魏国去。经过关卡的时候被查获，弃尸而逃。当地守将草草将其尸身埋葬于此处。大王这些年有时素服出宫，原来是来祭奠商君。商君与寡人可谓祸福相连。世人有谁知道，商君去世之日，也正是寡人的生辰。难怪这些年，大王很少过生辰。芈月，既然你已知道此事的全部底细，事关重大，切不可向任何人提起。你明白吗？臣妾明白。大王生辰去见故人，要说陪伴，也应该是王后，哪轮得到他芈月？王后平日性情好，总是对他包容忍让，怎么样？还是欺负到王后头上来了？你们这些蠢人闭嘴！大王出行要谁陪伴？岂是他一个芈月能左右的？我伤心的是，大王出行，明示于他，却已瞒于我们。芈月那狐妹子手段，我们又不是没见过。你们只知道以色示人，芈月偏偏用的不是你们想的那种手段。自古后宫，谁不是以色示人？以色示人，色衰爱弛。况且大王并非爱色之人，我对大王真心，大王未必珍惜。大王想要的是懂得他心思的人。莫非芈月有读心术？你们先下去吧，我发了。
王后一日没吃东西了，这菜都凉了。奴婢去给王后准备晚膳吧。我不饿，我只想一个人坐一会儿。月儿，今日之事，只怕是真的得罪了王后。我也为此担心。好在王后自小仁厚，心术不坏，你们姐妹只要能把话说开了就好了。可有些事情，我又是实在不能与她明说。那就有空多去交房店走动走动，别让那些离间生事的小人见空插蝎子。姑姑说的对，我这就去看看姐姐。姐姐，姐姐，你不是在生我气吧？没有。可姐姐分明是在生气。那你就告诉我，你今日与大王去了哪里？见了哪位故人？这就是我特意要来见姐姐的原因。我今日与大王去了哪儿，见了何人，却是一字也不能向外人吐露。外人？你我是姐妹，我从没有一件事情隐瞒过你。姐姐，此事真的无奈，还请姐姐海涵。既然如此，你来我这儿，还不如不来。姐姐，真的抱歉，我不想得罪了姐姐，更不想与姐姐生分了，还望姐姐谅解。回去吧。对不住。等，我刚刚想起来了，你采买的单子里面要加上川贝母、益母草和连翘，店里头断货几日了，宫里的女医治几日要用的。那个女医治啊，最难打发了。上次店里给她准备了川贝母，她说那是北贝，药性差，材料不好，还说啊她在楚国的时候只用松贝和青贝，要不是这两种，她不要。那你就给他找松贝嘛，反正是宫里要的东西，又不会差我们的钱。去吧。好吧。母监，
水。哦，是大王。天太热了，该让永相令给各宫发送兵了。今年的天儿热得特别早，往常都是夏至才开始送兵，可眼下离夏至还有小半个月呢。等夏至到了，寡人要出宫去祭地。上回生辰寿宴，寡人撒了王后他们的信。这次夏至，赏些好衣料、首饰给后宫，让王后操持着办，也让他们高兴高兴。是。王伯。哟，女婿来了。王伯，上次我要的那几味药准备好了吗？有了，都给您备好了，请稍等。好。白菜，新鲜的大白菜。益母草和连翘是最好的，这次的川贝母是松贝。好。谢谢啊。看一看。多谢。谢谢。慢走。包子，热乎的包子，李公，花布，姑姑，你，姑姑别来无恙。黄公子，不错，你没死啊？九死一生。以为你死了。芈月进了宫，被大王封了八子。我知道。那此时你在这咸阳城里做什么？孤魂野鬼，隐姓埋名。想必你一定是受了很多苦。你和芈月真是命途多舛呐。姑姑，你若真的是怜惜我们，就帮我送封书信给月儿吧。我想让她知道，黄歇并没有死。好吧。也真是的，这么热的天，看着这些毛皮就烦心。后宫这些琐事也是大事。首饰衣料都要公平赏给各宫妃子，多了少了，好了坏了，都可能辜负了大王的美意。我叫你们来，也是让你们给我出出主意，看看如何赏赐才好。是大王和王后的赏赐，凭谁还敢争不成？哼，哪有那么简单啊！每一样东西分到嫔妃们手中，都是带着斤两的。后宫女人闲极无聊，颠来颠去，就是在比较这分量。稍有差池，是非无穷。那王后说该怎样？先点点数目吧。素纱5匹，这素纱是由纤细如游丝的蚕丝织成，质地清透，如云如雾。可惜只有5匹。绫纹锦12匹。别看这绫纹不起眼，制作起来却很花功夫的。举纹锦24匹，皱纱16匹。王后，芈八子来了，让他进来。是。哎呀，最近几日，芈八子往王后这儿跑的可真勤呢。拜见王后。免礼。姐姐，这是在忙什么呢？夏至到了，大王赏了些东西给后宫众人。芈月妹妹素来聪明，你来的正好，刚好替王后分忧。大王还赏了些毛皮，我让人拿了些样子来，有狐皮、貂皮、狼皮、猞猁皮，数量不少。你们看是按人头分，还是按位分分好？就按人头分吧，省心省力。按位分好，免得乱了尊卑。
依我看，数量多的就按人头分，数量少的就按位分排。那就照芈月的法子吧。哟，妹妹怎么了？这皮子味好重。芈月妹妹这身子可真金贵呀，王后在这忙活这么久都没嫌味儿重，你这刚一来就受不住了。八子，你这是哪儿不舒服了？月妹妹，快坐下歇息。这几天热得厉害，别是中暑了，喝口水吧。不知怎么的，我就突然觉得恶心。珍珠，去太医院叫太医。是，天气这么热，是人都会觉得不舒服。太医，八子有事儿吗？当然有事。禀告王后，芈八子有喜了。你说芈月有了身孕？是的，王后。恭喜芈八子。恭喜八子。八子，香儿，多加点冰块，八子怕热，然后再去膳房让他们熬点小米粥，那东西养胃。是。慧儿，再去拿个厚的软和的褥子过来。是。大热天的，弄那么一个厚褥子干嘛？傻丫头，你是不怕，你肚子里的孩子怕。八子，大王来了。别动，别动，坐着别动。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？怎么了？你们怎么突然都把我看成面人了？一捏就碎啊！从此你在寡人眼中胜过金枝玉叶，捧着怕摔了，攥着怕化了。木见到宣师殿禀报这个消息，寡人真是欢喜。这孩子来的意外？为何意外？寡人等他已经等了许久了。丫头，你的心比谁都野。寡人一直担心这宫中装不下，如今你有了孩子，你就会收心了，对吗？过去我的命是我自己的，如今有了这孩子，我的命就是这孩子的了。说什么傻话！你和孩子的命都是寡人的，给寡人生个男孩，寡人要带着他驰骋四方，征战沙场。臣妾却只愿少司命保佑他一生平安，无争无忧。你们楚人的少司命真的那么灵光吗？臣妾出生时若非少司命庇佑，早就命丧黄泉了。好。大王，拜见大王。免礼。你八子有了身孕，寡人打算把八子的保胎安胎之事交给你们两人。李密，你主管诊脉下药，医治亲自调理芈月的饮食。你们要细心打理，切不可有任何差池。是。是。慧儿，你看，哪来的黄雀啊？永香令让我拿来的，说是大王赏的。八子现在有身孕了，不能外出，怕它闷得慌，让两只小鸟陪陪它。把鸟拿来。我从小喜欢打鸟，但从来没有把鸟关进笼子里。把它们挂在屋檐下吧，让它们日日给你和孩子唱歌。关在笼子里，本就是他们不情愿的，鸣叫又怎能动听？
姑姑，你都做了大半日的针线了，也该歇歇眼睛了。姑姑这一辈子都是给小孩子做衣服，在举姬身边的时候，先是你，后是蓉儿，再后来举姬去了，就是小冉。眼看你们这些孩子都长大了，我又开始给你们的孩子做衣裳了。姑姑，我们都是你的孩子。姑姑能给你的孩子做衣裳，心里高兴。月儿也要有自己的骨肉了。要是你娘亲跟举姬能看到，该有多好啊！娘亲和举姬定想不到，我会有一日嫁到这秦宫来。以你小时候的野性子看，无论是嫁到哪个后宫，都是管束不住你的。可如今，我就跟那黄鸟一样，关进笼子，想飞也飞不出去了。这世间就再也没有以往的芈月了。智姑姑，八子该喝安胎药了。智姑姑，大王让你到慧院来照顾我，辛苦你了。只要你好，你腹中的胎儿好，我再辛苦都不算什么。女医治是看着你出生的人，如今又要看着你的孩子出生了，也是缘分。智姑姑，听你说起过你的独子金儿这2年到咸阳来做生意了，如今也该娶亲了吧？金儿去年娶的亲，眼下媳妇有了身孕，我也是要做祖母的人了。智姑姑好福气，